4月頭，我受邀返 HKU 做校友分享，我同班大學生講咗一句殘酷但真實嘅説話：AI 時代最值錢嘅唔係識最多工具嗰個，而係 M 型人才。但2026年嘅今日，要繼續生存，你要撐得起3條救心嘅能力支柱。第一，Domain Knowledge。點解我身為工程師要去考 CFA？ 因為識寫曲嘅人好多，但係識業務邏輯、明白錢點流動嘅專家最稀缺。如果你唔明白行業真正嘅痛點， AI 俾再多答案你都係冇用。第二， Engineering Technical Depth。唔好只係識用工具，當系統崩潰， AI 只係識俾教科書式答案嘅時候，你要有能力轉入底層解決 production issue， 落地解決到工程問題，先真正創造到價值。第三， AI Application。唔係問你有冇用過 ChatGPT， 而係你識唔識用 AI 去加快分析、提高產能、放大自己。AI 唔再係 bonus， 而係基本要求。AI 可以俾你100個 options， 但係佢永遠唔會為結果負責任。只有人類先可以喺複雜嘅風險同利益之間下判斷做決策。未來唔再係單一技能嘅時代， M 型人才已經成為標配。如果你而家仲係靠一項技能同市場競爭，你要開始諗你嘅下一條柱應該補返邊度呢？我係練馬師 Casper，follow 我同你拆解更多香港 IT 界你不可不知嘅事。